頂級奢華6天之旅，帶你以非凡方式探訪人間仙境九寨溝。我們將為你安排最尊貴的移動方式，全程商務客位及高端7座豪華商務車，搭乘川青高鐵，以 VIP 禮遇快速往返。在九寨溝內更享有獨立包車，無需排隊，獨攬山水絕色，探訪世界落差最大的牟尼溝鈣化瀑布，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保證全日充裕時間遊覽九寨溝。超重本包獨立環保車，無需與其他客人排隊候車遊覽。入住全球頂級的日塞谷麗斯卡爾頓隱世酒店，你將獨享1700尺的別墅，在私人露台上俯瞰雪山臨海。在成都則下榻繁華核心的群光君悅酒店套房內，專享為你定製的點心，極致體驗更在於舌尖。我們為你在麗斯卡爾頓安排主廚定製晚宴與養生湯鍋，更精選2家米芝蓮指南入選餐廳，讓你在品味新派川菜與精緻火鍋時感受極致饗宴。稅項全包，絕無自費，頂級奢華6天九寨溝之旅。